咁啊，預備下。預備開始。好，睇景先啊。好，鬆沉咯喎，開左腳喎，先俾腳踭先㗎，開一小步，踩實左腳，兩手平提咯喎，沉踭，下卧，跟住抱球喎，呢個抱球咧啊，呢個腳咧唔俾放開㗎。好，野馬分鐘喎，打開佢。野馬分鐘啊，扣幾多扣腳？左後撇腳咯喎，有補球，上右腳，踩實右腳弓步轉腰，野馬分鐘，左後右撇腳，補球，上步弓步踩實，又野馬分鐘，打兩次咯喎，上嚟咯喎，踩實右腳，左腳拎起。跟住扭出下步，推，上步，上右腳，上去二步，右半，左推，好，上嚟，上去二步，左盤右推，好，手揮平下啦喎，嗱，踩實左腳，踩實右腳，左腳，起，好啦，到標杆喎嗱。兩個掌向天，雙開，擺嚟胸前，我拆開嚟做啊。拎起，對拉推，好啦，翻開，係，向天，係，擺胸前，係，過嚟，一推，啊，兩隻向天，翻過嚟，喺呢度，拎起，一推，啊，上嚟咯喎，掌擺胸前，上嚟，一推，啊，係。上呢下叫乜嘢啊？上呢下攬著尾啊！攬著尾。攬著尾，一過落嚟，你過嚟，喺胸前，行出去，左後按掌，再分，又攬著尾咯，過嚟，又攬著尾咯。如果你識咧，你就話俾先，呢啲叫咪識啊？咁咪建議你落嚟咯喎，喺胸前行出去，分開，得下你我話你知。過嚟啦，執勾咯喎，正單邊嚟個單邊，橫手咯喎，嗱，手三步，一個，又開始，兩個啦，你嗰個橫手個掌啊，陰陽掌嘅啦，三個，好，執勾咯喎，又正單邊啦，高探馬咯喎，呢個高探馬，好啦，右登入一扶上嚟。踩實左腳，呢個蹬腳爭入蹬腳，雙風貫耳，好轉身，左蹬腳呢個伸腳嘅，好下勢喎，金雞打俾你睇啊嘛，記得呢個失狀嘅，右下勢，金雞嗱，冇穿梭喎，冇穿梭，我哋生活時間先講下，右蹬佢，好翻身，貼身捶，上步搬難捶喎，一步二難，一捶啊 ，OK， 蜈蚣刺螞，好，老虎龜山啦，十字手，合太極。收息，立正還原咯喎。好，多謝師傅。